OK 的留言做回复，要带他的姓名，让人家知道你在回复他。也奇怪了。来进来的先帮我分享。来，进来的朋友啊，先分享一下啊，先分享一下这一档啊，一样是我们的鲁鲁啊，就是配对啊，我们那个佳佳那个休息一下啊，佳佳休息一下，换我了啊。来，进来的朋友先跟我们鲁鲁打声招呼啊，先跟我们鲁鲁打声招呼。来，59个太少了啊，来5分钟分享时间，5分钟的时间各位啦，分享一下。咱看5分钟，咱的视力到倒？那是洗的吗？不，是露露。好，是露露的视力啦。来5分钟的时间啊，各位分享一下啊，各位分享一下。来了。啊。一张哥，谢谢一张哥。来，一下暂停。一个暂停。哎，一样听不见声。啊，对，好，我要声音太小。哎，来，你再说一次，看看客人没听到，大声一点没关系。一张哥，谢谢。哎。来进来的朋友先分享，然后跟我们鲁鲁打声招呼，好，跟我们鲁鲁派家结好嘞啊。这档换我主持啦，好不好？对。这档换我主持，好，一人一场啦，要不然他太累了，啊，他太累了。来85个太少了哦，分享一下，好，大家有没有在分享？来90个。大家社团，你讲个就。我买了等。你买了单跳。哎，来进来的先帮我公开分享，然后慧君姐姐你好。慧君姐姐，你昨天没有让我进来看一下？哎，前天啊，昨天，礼拜一。他今天有进来啊，刚刚有进来，香港有进来。不是呀，是说他不是来我们这里，哦，他没有进来。他没有进来啦。嘿，你那无必要很看见啊，那无必要很看见。黑妹。叫天峰别开直播在那边靠北，你有吗？他应该不敢啊。伊用开玩笑。你半开玩笑，伊唔敢呢啦，伊唔敢呢。安怎啦？你今天给我穿的这么谢谢大家，谢谢。你被偷看一下啊，不要。林大下午好，下午好。小姐姐，换衣服，我没有换衣服啊。没有同一件啊。感情你啊。世杰哥，下午好。有这两正常多了。正常很多。因为魔王在旁边。可以拿。哦。你不要偷摸我的屁股哦。Hello， 在直播哦。我们打不起来，国起来。在什么？在直播。你的声音还啊，你呢？哦，你比较害羞呀。不要害羞，害羞什么？你要声音听起来那么我要甜美。看一下恁那妹妹才水的，我看因这有较水无。不啊。我知啊，哎，妹妹，不要打坏人家行情。哦，你家就差嘞。啊，对啊，那个可以先来啊。比较实哈。稍稍你好，你好。晓晓你好。王大下午好，下午好。出去。比较实。来74177，我貔貅卖不掉，貔貅卖不掉，我跟你说就要跟我们鲁鲁一样，要肯学，对不对？爱不要输隔壁的，对，有人在跟说不要输隔壁。不会，放心，我们这边绝对不会输。没，阮这代够两个底价在作证，不会输他。哎，阮无啥啦，哦，阮就是较缘投淡薄尔，哎，较水淡薄安尼尔。较水淡薄。来分享啊，哎，即摆无需要你这个，你直接录进。不会吓到，哎，说真的，我无好笑哦，那个慧群，你声音真的蛮好听的，声音呐，真正无成，因为你查某才27嘛，但是你算应该原来嘛爱40外，50外，上少嘛40嘛上少嘛爱40外，这个真正无成，哦，这个真正无成。来，下午下去下。下西下沉就下。下午呀，秋山小。下啥小的干？刚刚谁呀？干。吴庆哥晚下午好，下午好。有看到有客人在跟你说加油什么等等之类的。谢谢大家。啊，如果有留言有吃到的，好，因为留言有时候会被迟滞，或者是你们留言刷太快，他没有看到的，比较不好意思。哦，他这一场我让他看手机了，好，
回复啊，你们任何留言他都会回复，好，都会回复啊，就是那些酸言酸语我们就直接跳过了。对，我们就直接不理会他们。哎对。啊，一样老规矩哈，一样老规矩啊，基本3点不要做到：第一，不要人身攻击；第二，不要刷屏；第三，不要侮辱到我们的客人，骂到我们的客人。以上3点不要做到，其实都还好。好，龙哥不会代志啊。来，几分钟啊？时间要到未？哦，到剩3几秒，来，你开始啊30几秒。雅文，谢谢哦，谢谢。大家午安，记得先把给我开。啊，这一档属于他的练习场啦，啊，圣公和练习的，啊，主要这一档我让他介绍居多，好不好？各位知道没有？因为上一档他比较不熟，我不让他介绍。这一档主要介绍让他介绍，各位觉得 OK 吗 ？OK 的话帮我打 OK。好啊，他如果介绍的，他如果介绍的不太 OK， 不太正确，或者是有口误等等之类的，好，希望大家不要介意，啊，希望大家不要介意。东拉差啊，因为天龙不直播嘛。因为我隔壁开直播，今天因为隔壁开。最大谢谢哦，红大谢谢谢谢。是啊，咱今仔规个接起来，天幕先让我差啊。今天好。有啊，今仔恁头家就感受到，下张我伫这边咧开场，伊在迄边放音乐放啊就大声。对。像那边放音乐放啊就大声。胡卡宾啊。胡卡宾透早嘛有开场啦。这个无困啊。是啊。OK 了哈，这一档主要让他卖，好，一样做辅助而已，啊，一样做辅助而已，让他卖，好，让他练习啊。各位，如果他有什么说不对、讲不好，或者是口误的地方，大家多多包涵，好，多多见谅，好，因为新人等咧学，好，等咧学，啊，若做了唔对，倒位恁观感感觉无好的所在，甲我讲者，好，我再甲做改进，好，我再甲做改进，啊，隔壁真的很吵，我也觉得，我正常我没办法在这么吵的环境下直播，我会觉得。伟大，谢谢哦。OK 了哈，那我们直接。来，你直接拿上来，直接拿上来介绍。这个。对，直接拿上来。来，这个越快的元宝。你要注意一点哦，你现在放着嘛。你看一下荧幕，产品会不会被字幕挡住？会哈。会被挡住的话，那我们就是把它定高，让客人好看一点。哦，拿一个五角星座，看了转盘升上去，我拿一个五角星座给你。来，再过来一点，东西再过来一点，不要让字幕去挡到。对，这样再过来一点，这样子移到这边，这样客人不会被那个字幕挡到，他们才看得清楚。看跨海行车，来这一组给你介绍，给你介绍，直接介绍没关系。来这个越南快木的元宝，再大声一点。这是越南快木的元宝哦。整颗带上精美钢琴烤漆，好说一下，然后我说什么你就附上说什么。整颗带上精美钢琴烤漆，再带上完美的那个钢琴烤漆。钢琴的烤漆。对，来元宝，人讲处理很环保，和你给民财宝免烦恼，整个是快木下去自制而成的，越快让你越赚越快。元宝哈、是一个很好的寓意。来这一颗整颗带上精美钢琴烤漆面，规个手工的，这种手工落去做的手工落去做的，来这是第一粒，哈、这种在干的。第一颗，我希望大家好好喊，来自己喊，给你喊。0元起标1到150档，喜欢的大步哦。如果觉得声音太小声的话，跟我反映一下，我再叫他大声一点。好，如果有听不懂、听不清楚、太小声，都要跟我反映，好，我才能做处理，好不好？来，这个有喜欢的0元起标，得开100块，有盖的话嘞。来，有人喊100的时间就走下去。好，还这一档不用，这一档的留言还好。好。 2分钟吗？1分半，正常来说就1分半就好了。对，按着，秒按着。对。好 ，OK， 按下去，开始。来1分半给门喊哦，喜欢的大步哦。来，有喜欢的1分半的时间给各位，0元起标，值得给你100块啦，来，我先100，100一送给老贼。好，盖宝宝有喜欢大步。
啊，有喜欢我们鲁鲁的哦，感谢各位的支持哦啊，麻烦各位如果等一下有看到有人在攻击鲁鲁的话，哦，帮我们鲁鲁说一下话哦。如果你们真的有觉得他有在改变，有看到他在改变的话，帮我跟那个酸敏说一下话啊。来，宝琴，一把一送给